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Ari Puchilasari，叫你 Ari 得唔得咧可以啊。 ？Ari，hello。咁啊，今年幾多歲啊？Ari，我今年39歲， 39歲，身高體重幾多咧？我身高160， 160。哦，我體重係57 kg。 57 kg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啦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2個小朋友，一個11歲阿仔，同埋一個6歲阿女。OK， 好啊。喺香港做咗嘢幾耐啊？喺香港做到差唔多6年。差唔多6年。第一份工，第一個老闆係照顧咩人啊？第一個老闆照顧2個小朋友同埋1個 BB， 煮餸買餸，清潔屋企。嗰份做咗幾耐咧？做咗幾耐？做咗2年。係幾時到幾時啊？2016年到2018年。OK， 咁而家呢個咧？而家呢個做咗幾耐？而家呢個做過差唔多4年。差唔多4年。屋企有咩人？屋企有先生太太同埋1個小朋友。點解唔繼續做嘅呢份？因為之前係先生太太同埋1個小朋友，我睇住小朋友嘅。咁而家嫲嫲嚟咗，所以我唔使睇住小朋友。哦，即係之前嫲嫲唔係一齊住嘅，而家一齊住。而家一齊住。OK， 收到。咁啊，姐姐有冇食煙？我冇食煙。有冇飲酒？冇。姐姐健康，有冇長期食藥？我健康，唔使食藥。唔使食藥。有冇紋身？冇。做嘢嘅時候使唔使戴眼鏡？唔使。好，咁我哋嚟到呢度先，唔該姐姐。唔該晒，拜拜。